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过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的，我是阿明哥刘浩明。客家人各会用米来做东西，譬如讲我哋咧玻璃板啊，我哋泡到公板啊。但是讲到我哋南部6队客家美食，客家人天的一定讲嘅係棉花板。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係我哋屏東尼埔嘅傳承80年嘅棉花板老店嘅第3代傳人王飛米來到我哋現場。以後同人講，棉花板很容易做，還有很容易擺得點嘅，經營到80年。我哋馬上來歡迎我哋嘅飛米姐來到我哋現場。飛米姐，主持人哈，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來自尼埔嘅楊枝安咧，做這棉花板，我係第3代王飛米。飛米姐，我想問一下吼，像你這個其實做這棉花板，聽講係尼埔鄉貴有名，因為係真是話係做到件嘅話，係用我哋用手工去做嘅棉花板。但是我想要問的問題講，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做乜好多棉花板咯？然後以很容易做出來咯。而家我還係用爐灶頭，係整小菜嘅，安尼一整，完咧頭擺嘅方式啦，係用純米嘅去整。咁中意希望用米嘅法啊，吼，而我用嘅米啊，用新米哈，還是講可以用 Q 米？我用菜來米，我用有2年以上嘅米，係。安尼去整，嗰時變成講新米唔可以用，意思係講鐵色係咪？係，伊個水分可能角度吧，安尼整出來吼會變，哦，整好了會變，如果冇將硬硬長冇落硬漿嘅一啲麵啦吼，嗰時我用2年嘅 Q 米，菜來米嘅 Q 米，係有人講是講可能係因為伊係古早啊，哦古早嘅米，然後聽人都講有啲米香，個香。咁你2年的 Q 米，你這個本身要燉好了，還是講買嘅時候都可以買到那2年的 Q 米？我哋用配合嘅波動咧，伊要同人哋燉，係，安尼因為配合一下10年嘅啦，伊種地底我哋用米嘅先整，安尼。咁將米買過來以後，嚇，唔得咯，你係開始用去做嘢吧？買過來嘅時間，反正伊都弄好呀，我都米伊都要洗米啊，浸啊，像天然嘢，我是可以做行，如果先頭日先洗好浸嘅天然嘢，我差唔多3點鐘起嘅，如開始磨米，磨個頭，安尼頭水，頭都整出來後，差唔多一塊棉花板要整3分鐘，整片又蓬又透，安尼能好食，整好個嘢都都鐵盤嘅方皮。剝開來啊，你雜備放起來，你參我哋細面嘅麵趴用嘅，安尼，嗰時候我哋菜地嘅人，你講麵趴板，我哋咧細面嘅麵趴，你講麵趴板，係啦，因為吼，你真係伊整出來以後啊，你像我哋細面嘅麵趴用嘅，都係呢，皮細角角，吼，天要拍張，吼，雜放落你像我哋長嘅麵趴，你告訴我哋南部嘅。客人都講，我哋棉花板，我哋唔係很板條啊，因為我哋以前都冇咩嚟用法，我哋用棉花板。咁嗰時嘢就會菜來米前一年啱比較先浸，差唔多浸幾久？我都浸得到天然嘅危險，用唔拉擺嘅時間都細咩，我浸最冇就浸2點鐘以上。至少都浸2點鐘以上。嗰時前一年最好要浸，比把一水吸附，啲水分吸好嘅，睇天然人嚟摸，唔係即刻摸喎。係啊。咁咱哋摸時間咪一個久下？唔會見我用機器摸，唔會也唔會過久啊。係啊，差唔多2、3點鐘。嗰度摸完啦，開始研咧，開始前面嘢差唔多做1多件咧棉花板，都開始來。嗱，記得幾時節啦？嗬，我做過一本書，按到6對棉花板。但是幾時節我係第一擺對就這幾邊談到講我哋都漂棉花板咧，因為唔像我哋咧整農用嘅，我哋標題嘅，好攏啱我哋用米整到數，因為你係初頭都講嘅係太早頭。上面水滾了以後，你的棉花板都標喺板你都標喺上面，然後你標喺上面漂，差唔多3分鐘後你拿上來，好冇？嗰時候其實我哋發現迄個吼，其實漂嘅則是啊吼，迄個幾傳承嘅一個東西，因為你標到那個棉花板喺上面咧漂上漂下，其實從咱嚟講嘅話吼，其實我哋講漂棉花板其實係一個幾好手工嘅一個工作嘅。係啊，就變成講，前一年俺不要愛精米磨米，然後開始
俺哋開始講面包板，嘿，其實全部都用手工嘅。手工係啊，全部都用手工啊。咁像其實講，像俺哋工作嘅話，我想要去接下你嘅事情。我會接下佢咯，叫我通差唔多讀國中啊、高中嘅時間，用暑假。啊，你可能我媽媽真正咧叫佢坐喺獨木水啊，啊，我都想講，我講你水木，我就真看咯。伊講曉得，我講唔怕阿婆提嘅，伊會同我講。啊，你開始你變成有家年期嘅，如果接伊，如果推伊整啊，安尼整咧都出社會嘅時間，你慢慢的你對一方面有興趣嘅，嗰時候你接下落去啊，安尼。嗰時候一開始真係係唔貪得啦，吼，因為其實真係過開，啲時間可能機器嘛冇按多嘅時間，大部分全部真係班嘅都用手工去做。嗰時候像你都看法，應該工作嘅量嘛會大呢。嗰時候啲時間都變成講，下課過來，我看到媽媽可能真的是開嘅，哦，真係開明日都企喺個桌頭前面。然後你睇佢們獨木水，你真係看唔下去，你想講，我即個來做看看啦。咁啊，請問一下，你幾時提拔做時間？你這個人力最大嘅困難喺哪啊？要提拔做嘅時間，最大困難應該係頭班長吧？係啊，佢唔係咁簡單，我見佢接觸嘅研究嘅嚇，10個人啦，每日頭冇講100%成功。頭好起嘅，我感覺到可以嘅時間，因為我下一木頭整出嚟真係8方月來雜嘅，我能記得吼，也按你試得冇，安尼。頭班長嘅意思，你講我個米磨好以後，我加一度嘅水，佢佢可能因為講我哋嘅米係咪米都嚟也糟還是唔糟？有安尼含水量嘅問題。嗰時我米磨好以後，我還可以再調一度水，調嗰度如果鐵油啊，鐵油，係啊，嗰鐵油我發乜用嘅呀？把你淥起嚟會爛爛。哦，淥烘嚟會爛爛，嗰幾時會整得出一啲鹽冇？整得出啊，係啊，白起如果過軟，安尼，淥個起會爛爛。嗰種講見面人都發現講啊，買水加鐵多嘅，咁能用嘅。我如果醫療嘅硬醬啊，我加鐵位啊，安尼啊，係啊。嗰種本身如果有一啲經驗，如果同講，我揾硬醬啊，留一啲鐵位嘅，都是一個種鐵油嘅，你再加一些硬醬入去，鐵位過濃一些。嗰種也係一啲經驗嚟吼。嗰種幾時陣一開始嘅時間，都等於你講，我對。你即個唔係講，我剛喺面先調好啊，那陣練上去，嗰時候你練嘅一樣去調嘅醬路，即個我開始學習。係啊。咁像我哋嘅話，你差唔多國中開始，其實幾時啫？我想到講，我去外面尋條路啊，外面一條路，用講過花頭啊，去上班啊，去吹冷氣啊，我哋喺桌頭前面按日呢，唔好想呢事情嚇。叫下你冇想咁多啊，係啊，你咪講媽媽按辛苦，我都可以聽書聽啊，安尼。嗰時候幾時你媽媽都咪想講，你係大姐嘛嗬？大姐都希望講也有安尼啲責任感，好要把有個工作嚟接下去。佢接下去以後，你這個冇想到講，我哋做乜一天去做面包板？你哋姊妹嗬，兄弟姊妹睇下你自家成家以後。其實因為媽媽工作都可以變下來呀，你做乜嘢話繼續接下去咯？講嘢咩？佢唔判得唔掂啊！係啊，我咪講我一種嘅東西，盡量係可以傳承下落去都傳啊，安尼啊，係啊，因為更加手工嘅東西過社會，純米嘅咪過社會。但是有啲人都講，其實一多東西機器可以替代人力嘅話，怎麼唔用機器？怎麼一定要用手工咯？因為手工嘅面包板同機器面包板，是後來冇得講口味上面差啲嚟。機器面包板伊完全純米做唔起來，伊一天攏有用3種粉體落，我說我會一直堅持萬用爐灶頭小炒嘅，係啊，我說我等你米嘅成本個高。其實頭先菲米在講嘅，伊啲關於創業嘅，伊啲我哋講商業機密啦，吼，也係因為我哋以前做過一本書嘅時間，我哋去訪問嗰種機器做面包板嘅店嘅，伊有講出來嘅。因為機器做面包板嘅話，用機器綁嘅時間啦，吼，用純米做成嘅面包板會綁斷，
可是伊冇办法完全用纯米去做面趴板，可是一定要加一些配的粉，安尼比用面趴板生好了够硬长。其实因为个机器的绑是那么绑它，但是我们用手工的部分都没有啥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用纯米去做，可是我们的手工的面趴板如果够小，那么听讲也要米的香米，把握够清楚，而且你可以用纯米的时间，有部分都真是我们的手工完全可以养迄个机器的面趴板，伊都可以创业为的原因。看，听人都讲，咁总好把用罗做头咯，雅思路唔会改好啊。雅思路整出来同手册的整出来冇同样。那冇同样咯。雅思路野波会嘛个色？有些蓝色。错，系啊，册的手出来色系红的。系。嗰时路冇同样，安尼。哦，你还意思都讲，其实我的雅思路可能会有嗰度燃烧不完全、烧唔完全的地方，嗰时也有温度唔拉白。咩？册的吼，伊个系等于是安尼燃火用的，人工远红外线咩，安尼吼，嗰个整出来冇同样。手册的伊慢慢的熟，慢慢的熟，你雅思的话，伊个强一下焗嘅去。咁，我哋用传统的方法做出来面趴板，会有嗰种册的香味。会啊，会有米香米啊，安尼啊，系啊，啊弹性够好，安尼。啊种人工咩焖煮卡，做嘛用火炭焖咯，错嘛，同雅思都冇同样啊。也余热嗰度啦。错，系安尼。可是像嗰种你这个嘛已经有试验过安度的冇同样的一种批核，好比如讲可能我哋係咪試着用我哋嘅雅思路嚟做，有發現講真正從我哋傳統嘅米頭都冇同樣。可是但是按辛苦還是願意繼續去留下來同嘅。係啊。咁問題係有啲問題咧想問你講，請問你留到底叫？做都係唔會做啊。人家生意咧有接。人哋希望傳承下落去啊。咁人家生意咧有接嘛咯？而咪有可能媽媽嚟即係咧。像看到媽媽，姨媽看到爺媽媽，佢嘅頭面拍板，而這個有想法係冇？冇有個意見啊！伊講好辛苦啊，按辛苦嘅條路啊。伊啲傳統嘅工作實在冇簡單，而要花幾多嘅努力，那可以傳承下去。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一堂節目，我哋嘅來賓菲米姐同人講，伊係樣嘅開始學做面拍板嘅。有堂節目，我哋菲米姐一同人哋教講，伊係樣嘅去創作新嘅面拍板嘅事件咯。唔看我拿到書行哦，也都我哋大家，我馬上來試做嘅東西。菲米姐，我想問一下吼，你咪開始可以講下講，從而家開發出來嘅面拍板嘅事件，怎樣做啊？可以啊，係。啊呀，真好嘅時節都嚇，唔見啊都嚇滾香嘅啦，一滾特色，滾美國特色啦，滾特色意思，但係食起來都冇同樣，安尼係。其實我想問一下講，做乜捱面拍板嘅事件係黃色嘅，也係白色嘅咯？哦，唔記得烏糖加椒鹽，烏糖加椒鹽，錯係，啱係有到鹹嘅，有鹹嘅，錯係，跟鹹嘅有包乜東西啊？香菇、蘿蔔乾啊，素火腿。安尼，素火腿啊，我說嘅是宅人可以吃的東西。我攏行宅嘅安尼。咁沖人嘅頭頭在講的是啦，伊係咪有分正面還是反面啊？係有。用嘅樣就正面啊。東方龜檢頭龜撈啊，叫做正面。東方龜檢頭龜撈咩？哦，係啦，另外一邊我看唔到啦哈。嗰時我哋嗰檢頭龜撈啊，向外面。錯係，官嚟撈安尼。當初怎麼會想到要開發安尼面拍板的事件？因為我哋呢葡萄嘅開放嘅時節，幾多年去參觀啊！參觀可能做嘅面拍板又唔可以馬上食，嗰時候我哋慢慢嚟研究嗬，安尼想講哦，我哋客家人咧碗嘅板有鹹嘅甜嘅，係，我哋想講哦，咁安尼弄加落去安尼整，真係如果人來參觀去，你馬上都可以食得啊，安尼啊。其實咱嘅想哦，真係可以錯嘅呢，因為有時間吼。面拍板有時我哋設計嘅吼，你想講唔係是造嘅，都是設嘅，後面話有配的設法，冇強嘅設法，但是有時我哋會看到我哋呢東南亞啦，吼，有的嗰種有乜河粉嗰種東西，但是有搞成一個遠啊，但是變成你看，變成按了一種手捲的時間，
各位观众朋友，我看俺的今家面趴板还可以拿到了吃的哟，啊，马上试本看。啊，最好是甜的。唔真是到米下去，我有个牛羊干的米，人讲贵人的米丝，唔真是，嘿。我说人他拢话讲我要攞牛羊干咩，我讲我冇攞啊，面都有牛羊干的米丝，安尼。因为应该是酒酿的米汤。酒酿同嘅无糖，安尼用喺空下时间整出来都有一个米丝。而且你讲讲咯。以米红的，譬如讲俺嘛，刚好是面趴板，但是是面趴板的方法都可以，咱可以偷讲早的，哦，无都湿的。但是我想讲，我其实我唔想要是早的呀，我唔想是湿的，我想要是甜的可以冇，我就想要讲这个加糖啊，但是安尼一天磨生啊，但是你发现那东西的时候，你发现，真是贵防偏，一来就讲这个冇不用防腐剂，我哋唔是不用高压发。但是可以带去我哋嗰樣嘢地方，譬如講我可能我可以帶去台中啦，可以帶去台北啦，哦1點鐘2點鐘，伊都冇會快係啦。這個唔會啊，係啊，可是我們可以都變成一個伴手禮，一帶俾我哋嘅朋友。可是我當初做完嚟，伊啲面包板嘅書件出來嘅時間，見到我哋咧顧客嘅反應樣嘅。啊，伊哋都咁個奇怪，冇看過甜嘅面包板啊，安尼啊。係啊，全部師都反映講，幾好食，安尼啊，也 Q 度幾好。係啊，我也比我那班台灣講話講硬一些，不過伊個國情，但是你頭先講我哋喺下面地方有乜嘅東西啊？香菇、蘿蔔角，啊個素火腿，安尼。可是你其實你唔會直接講，用肉燥喏，我哋油葱酥喏。因為是咱人唔過是蟲的呀，安尼樣，俺想講吼，做菜的，他個人可以食，做嘛連是菜你咪吃得啊，安尼樣，你加油葱酥，啊別人是菜你看到的相似，冇辦法，安尼樣。其實我今嘛幾相似啦，但是我實在拿唔到人幾塊，但是我哋有準備另外一塊片嘅片。唔同我講嘅地方有香菇，有蘿蔔角，但是我想講每樣事情講。像這個在漂一啲面趴板的時間，你看頭都有講過，啊，但係米醬下邊頭會貼椰會花，一路唔會黏，錯冇？咁而家加很多東西下去，會影響到也會嗰種我哋講油土冇？影都唔會，因為我攏調好嘅去嘅人嘅，因為伊也是馬上都按嚟食，唔會感覺貼油貼硬，你拌嘅時候再落水，落過去水。起碼去如果鐵油人吃，快嘢都夾唔好，因為也酥拿啊，安尼都是的，係啊。你應該係先把個米醬標上去以後，能醃嘅料吧？醃嘅醃上去嘅時間，油比油啊，冇咁簡單做啊，安尼啊。米嘅骨頭都上料上到啦，安尼。係啊，因為頭先我想講，你目標買個東西嘅面趴板，還是你冇按好呢個。你見到上面有標東西，因為有時間唔可以配好鐵椒，香菇啦，同嘅蘿蔔角，其實也會硬乎冇咁樣。我當初我想標蘿蔔角咯。因為我哋呢個呢班係咪個個都標蘿蔔角？有客家人嘅味道，安尼。真是用蘿蔔角去炒嘅，因為啲蘿蔔角嘅口感同嘅面趴板嘅口感係冇同樣嘅。面趴板是放嚟都係軟啦，但是蘿蔔角都會有一些可以壓嘅嗰種樣嘅，一壓下以後，嘅蘿蔔絲嘅嗰種味道會全部走出來。佢將只就全部即個要在切一頁攞現場哦。錯㗎，一個公雞度呢，蘿蔔角要話啲大比較要嚇，啲火腿呢一條。切片、切條，要切得一細角，安尼，係啊。咁從這個有安尼啲，我哋講，我哋今日看到已經做好一啲面趴板嘅書件啦嘛，嗬。咁睇下啲書件算一啲成功嘅產品啦。睇下成功嘅產品以前有做過某個冇同樣嘅試驗，冇如講，你曾經有做過面趴板做配嘅東西啦，其實有做過不同嘅嘗試。就是是冇啦，但是。俺做一個東西哈，俺們研究嘅嗰2年，做下做嘅時間，想講辦得真好誒，爆料誒，一拿好嘅料都跌槍誒，安尼，阿哥呢，唔問講，
天一摆在上课那样个做，办呢拉火能腌香料，办的熟开了香料你腌嘛伊面没盐嘛，安尼啊，慢慢的印象你提我办奖项的时间哦，虽然讲一标一下，有了地方熟的，了我要提无用，就提一袋安尼，我伊面都在用的我如加冷水囤个木头方水，降温，无必用滚，无滚的话，我办奖可以天天的拉，我安尼，我研究的咩规矩。可是等于讲，你都爱研发也要产品。你这个嘛开发的新的做法啦，因为像以前的方反正用水路久呢，一块一块面包板来做下去，但是你今天味道要做一个面包板的酥感，你就变成你要加冷水的，错个，因为水冷下去，是海表是得一滚的，咱可以再去用去调面包板，但是这等于讲你就新开发一种新的做面包板的方法，味道不用也要面酱唔好按硬，可是你就调一些冷水。嗰時咪甜嘅同鹹嘅做法唔同樣。係啊，甜嘅水要落鹽罐哦，鹽罐如拌醬同嘅椒醬落去嘅時，放下落去嘅時，水鹽罐，都鹽杯安尼，係鹹嘅同甜嘅唔同樣。可是如總講甜嘅話，都變成講咱的。下去以後，你進步以後，伊這個就會慢慢的會成型，冇硬嚇。可是伊如果吃鹽做啦，但是鹹的都冇咁樣嘅。因為可能係因為講伊本身嘅嗰種米的食品的嗰種溫度係其實係冇咁樣嘅。但是我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講，也係咩同平外的外面嘅面包板個盤是啦。係啊，因為個泡個花白個去有料我睇嘅我白塊，安尼，嗰種我個盤一些，安尼。嗰時候也比一般的面包板蒸3分鐘就好嘅，也可以蒸5-6分鐘。嗰時等於講，伊一天到天，你這個本身喺面一接嘅面包板的工作以外，咱可以做一件事情，因為也要紙上囤，也要做法時間，完全同我哋平常調面包板係完全冇咁樣嘅時間。嗰時裏邊呢，你見個味道，我哋要新開發的一啲東西，然後我哋開始，第一準備的東西蠻個多嘅，因為唔單止要準備精密，磨米，其實對你來講已經過3數嘅事情咧。一聽人哋講，你可能話要開始要切香菇，要泡香菇，啲香菇要拉過冇？會啊，我料嘅米香攏分開來拉過，拉香嘅，咱做一下。落去，咱做係使炒過。也係未你做媽媽人，佢當我做本自己生意嘅時，你嗰種勇氣吧。我要求嘅改革，安尼，我適當係好事，我因為講好事，能嘅，能做。真的吃得出來啦，因為像個羅佩斯，你發現講唔係嗰種外面買嗰種羅佩斯，嗰種有的人的羅佩斯吧，有嗰種發酵嘅嗰種味道，但是人家羅佩斯。壓下去都提有曬過太陽，有曬過熱條羅佩斯，係完全冇看過羅佩斯。咁像我這個有看到講，唔係更加有一件有幾好嘅產品，啲產品唔係開始應該開始可以賣係散散的吧。我想到講一種用安尼包安醬，然後上面又有啲雙標嘅，嘅當初都有安尼想法嘛。因為家下如客家師傅處攏各位阮輔導我哋一道安尼傳統嘅係。所講因為我嘅我有包裝咯，有一擺太平洋，有同我拿貨賣，安尼我想講一個百貨公司，你聽到包裝幾孬啊？我哋慢慢地研究研簽，安尼簽咪起嘅咁樣，如做個條碼佢當行嘅1.5嘅我哋問講，我同我攞做頭也就抹嗰度貼落去，安尼唔能。能有客家味道，嘿。嗰時當初嘛喺因為講，我把人嘅面包板的書件，推去我哋嘅百貨公司，去本客家人嘗試看看的時間，因為人家去百貨公司把東西如果包得過完整啦，你講1條2條安尼賣，嗰時你其實都想講，把我哋以前嘅我哋咧羅州條變成一啲我哋嘅招牌，好，然後把我哋咧面包板的書件去表現去，其實安尼嘛係一個幾好嘅方法吧。伊啲傳統嘅東西，伊啲新嘅包裝以後，伊都可以行得個久。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
翻过来复起来耶，上台节目我们吃色的飞米这作为棉花板的事件，飞米这样想问一下吼，传统我们是个事件，真系几好食。嗰嗰种一喊我就是唔系，係見喺度一般硬係冇。一定會嘅，面嘅東西一定會，像我哋嘅飯煮啊好，係咪過口好食？啊人啊就是咪係咪講硬，係嘛？啊面嘅東西一定會呢。一邊個會講硬啦嚇，你聽音樂嚇，微波2分鐘，希望你用天薄嘅整個，因為佢煎得的嚇，煎咧安尼細火必煎，煎咧攞杯會擦擦，地杯 QQ， 咪好食。哦，係呢吼，你都可以用煎的呢吼，又變成一種另外一種新的食法了。比如講，我哋頭頭講我哋係手卷嘛，嗰種比較硬係的，我哋整個會係冇啲煎啊，做啊，係啊，有一些擦擦嘅意思。係啊，你浸酸豆漿啊、腐豆粉啊，乜嘅都講可以，安尼。就變成係變成幾多樣的一種食法的啦。咁像這個本身做，人都看到專門做我哋板擔嘅店嘅棉花板，嚇，專門係獨步嘅東西呢，嘅棉花板。咁像這個因為講，我哋一般來講，我哋食棉花板嘅話，如我哋咪食棗嘅啦，嚇，冇得有食米嘅啦。你這個有想到講，我哋安尼啲棉花板可以用乜嘅無強嘅食法冇？其實棉花板嚇，嗰種食法，安尼係。像吼，你像是牛肉面啊，你同面個嘢揾個板咧都同樣啊，安尼啊，係啊，你講牛肉板咧，安尼一咩幾好食，我有嘗試過啊，我有從本身人嚟食的，全部講好好食，安尼，因為有人下同我講啊，伊買過去啊，煮鍋燒意麵，同啲面揾個板咧，我安尼，係啊。就變成講，其實我哋而家從吃類的東西，比如講牛肉麵，我哋從頭講，那更加是冬粉啊，然後牛肉還是河粉啊，哈，冇人講牛肉麵咧，嘛拉麵啊，我哋海邊有啲選項，棉花板，好，像我哋嗰種即個我哋客家種開店嘅話，冇人講我哋客家肢體，哈，喺外面開店，我哋嘛可以同我哋嘅肢體建議講，你哋做牛肉麵嘅時候啦，哈，所以上面講，你看牛肉冬粉、牛肉河粉、牛肉加拉麵，下面有啲棉花板，也係一啲新嘅選擇嘛，哈，嗰種變成講，其實可以加牛肉麵裏邊，唔同講嘛可以加配啲麵。錯啊，係啊，啊唯亦要講棉花板嘛，可以做嘅蛋餅皮。哦，係呢嗬。係啊，然後同我講一定好好食，安尼係。也係一種嘛，係一種其實蛋餅應該講蛋餅都得把米醬，實際表我哋盤哈，只是講先把米醬整熟咗嘢，嘛係一種我哋講。餅皮，加一啲卵，哦，係啊，做那表嘛個料都裝啊，亂裝好都滾起來啊。而且也要蛋餅皮吼，熱量幾大哦。因為我哋有時我哋外面買蛋餅皮吼，像也要油啊，其實用咗幾多。係，但是我哋啲蛋餅皮其實完全冇用油，也要熱量一大幾大。誒，其實係啲幾好嘅想法呢吼，喺幫我哋唔過出嚟開早餐店好了。你這樣看，你用講你講出按到冇缺好東西啊，像比如講，今日放喺啱啱係等啲嘅，下一擺聽我哋客家種哦吼，你那嚟開早餐店嘅方我哋真係要建議，你一定要有客家特色嘛，所以我都變成講，你開牛肉麵店，我哋都建議講。你係咪可以加一啲棉花板？你選項，我睇個人來時可能唔好食，我哋加肉燥嘅度嘛吼，但是我上個是嘅乜嘢牛肉麵，但是我嘛可以食客家棉花板啊，加安尼嘛可以有米湯。我攏我哋講我今日上個是早餐，上個是蛋餅，棉花板蛋餅。係啊。哦，熱量低又美味，然後又可以推上我哋台灣自家米。咁從這個開始接觸我哋嘅棉花板以後啊，所以10多年來，你這個有乜感受？無論講嘅中間地位，有乜發生？你這個過不難忘嘅些事情？過安尼過難忘嘅路吼，乜個？今日讀過種嘅時間，當收農行，啊冇農行嘅去呢，我要去報農嘅活農行，吼。我心諗問我一個細妹年我去活農行，用利亞卡辦嘅農行辦過啦，我呀頭來嘅唔敢本人看咯，安尼，啊都辦過去啊，安尼，佢啊都感覺你過嘅啊，係。我首先講，其實而家嗰度嘅觀眾朋友，可能講年輕一些嘅觀眾朋友唔點樣喺度農行啦，嗬，
龙凤如果我哋呢稻谷壳，如果我哋呢脱壳之后的，稻谷脱壳之后的壳，其实伊是烧火时间，因为伊过夹如果可以炒，嗰时其实其实容易，佢好用龙凤啊，还有听你讲，伊迄个我哋嘅龙骨以后唔买东西，嗰时其实龙凤係唔值錢，但是可以起火起嘅過夾，嗰時伊哋廟其實人講正青春的時候，係啊，你外家咱都貴種高種啊，安尼啊，係啊。嗰時其實媽媽很喜愛。冇法度啊，一定要起啊！加起哦，你都卡龍鳳冇嘅，唔可以嘅火唔可以燙嘅。咁從咱嘅施工人員，即個做出安多嘅面拍板，哦，咁顧客呢？你這個是有顧客同反映講，你做嘅同媽媽做嘅冇得講，你哋都卡做嘅，實在都同伊做冇同樣。有啊，曾經有人來同我講，叫看我怎辦呢？阿姨都應可能同我講。伢做法用同灣咪冇同樣啦。我講係啊，我講咁咩同樣，安尼怎辦呢？嚇，伊講冇同樣，我講冇同樣停嚟咯嚇。阿姨咪講唔出，我講嗬，家今日唔看，我都同嗰嘢打開嚟時間，我講灣咪呢要參與安尼碰紅起來冇，伊講冇，安尼，佢說嗰度灣咪嘢，你會做嚟同人買面包板，我會難一點啊。我講你灣咪要面包板，你同人買都冇講咯。冇同樣啊，死起來都冇同樣。你碰紅落係乜嘅原因咯？產生強度，我個辦嘅死起來個強度係按咧，一定慢慢整咧辦嘅路同機器嘅方式差唔多，伊只是比下落下木頭天線嘅都好為都啲雜項嘅啦，按咧。嗰時伊即個個唔會碰紅落，係啊，那碰紅落又唔會憋起，嚇，就表示講嘅韌性係有嘅啦，嗬。嗰個是烘落嚟吧，嘅面拍板都真係是烘落冇同樣嘅一種感覺。嗰種嗌面拍板都要花時間，一天都3分鐘，要超過3分鐘咩唔怕，唔好大3分鐘。咁像人家做手工面拍板，人哋咪提供人哋講外面幾多機器嘅面拍板，咁即個因為人家嘅產量又比人強大。多少有啊，係啊，因為生理人當然機器嘅伊1點鐘可以做300-400件，我手工嘅唔想看看咯，一片2-3分鐘，我1點鐘最多20片。20片，安尼啊，嗰種係嗰種人哋差唔多嘅話，20片嘅話，差唔多有多件啦。一片一件。哦，一片一件。20片當20片。20件，安尼啊。嗰時等於1點鐘，咱可以做20件。哦，嗰時人家一個機器做下來，等於係人差唔多會10片嘅一種量呢，嗬。係啊。還有一個機器又唔是休息啦，嗬。係啊。嗰時變成講，而家嘅產量已經比人太貴多片。還有聽個英國機器一般嘅會夠便宜吧？係啊，夠便宜啦，係啊。可是有時你到成本考量嘅時間，可能大部分人都先講，剛剛你用機器做嘅。但是你做乜嘢話係上個技術做下嘢咯？你這個又按模限，然後又按一細條又按開。你要健康啊，錯噶，安尼啊，因為機器嘅伊嘅用粉咧，粉底部一定有含嗰度化學藥品啦，係啊，按係是精米、純米去磨出來嘅，安尼天然咧。係啦，純天然嘅東西，最主要嚟講，即個嘛定要釀頭提奶，釀料提奶，然後用一種最傳統嘅方法去做嘅東西，其實對於我哋嘅健康來講都最冇負擔。因為我哋以前食嘅東西，但是以前我哋更加變成講味道係方便，我哋可能會加碼嘅東西，比如過夾，過夾，偏向過香，但是可能對身體唔係咁好。像這個上講講，人家人家反正你看嘛，一片都3分鐘，錯，1點鐘錄20片，人家要已經聽板咧，咁你對你來講，像你看，你嘛作為的面拍板的書件，其實係一種幾好嘅一種，我哋講面拍板的一種成品的嗰種再創作，咁下一版有想過講，你想要做樣嘅冇叫我嘗試嘛？我冇咩難度咧，但是我沒有因意開發前咧，前咧口味啦，地豆花芝麻呀，我要擺去年咧半條街我要做出去，安尼。
蝶豆花芝麻哦，蝶豆花放啊，都上多讲，迄个紫色啦，好冇？咁也要米都用麻的，系咪？麻的因为蝶豆花一腔色色，伊无米丝，嘿，啊，外面係做甜的，我都用冰糖落甜的落去，啊，都飲有黑芝麻、有麻的，安尼，所以才會有有麻香味。但是也要色成紫色的呢，啊，那粿漿呢，吼，也賣相都一定吼。可是我有點問題，就想問講，可能而有什麼色色呢？哦，有白色、黃色、有紫色。佢其中我哋有時我哋會發現講，有到做嗰種我哋講乜拍頭公班啊，有啲會加嗰種南瓜，會變成黃色。有啊，買麵包板我有整嗰度種色呢，按照五行、金木水火土。可是我們本身的麵包板裡邊曾經都有做過五色的麵包板。其實我有研究青豆種啊，安尼。真的做不拿出來做手卷哦，裡面真的手卷的嗰種。吃法都真的快吃油，手卷都只是色什麼同樣，伊還是甜的安尼，因為變得我覺得講誒安尼。因為吼，對其他年輕人來講嘅話吼，安尼人講傳統嘅東西啊，講一新嘅發揚啊，吼，譬如講頭嗰種蝶豆花，而家年輕人最啲蝶豆花啦，吼，無論加比也色成紫色啦、黃色啦，對其他年輕人可能有個接觸啊，呢東西。係啊。嗰時可能係因為我哋都要像彩虹嘅色成嘅時間，其實聲音嘅接觸度都幾高嘅。係啊。其實要傳承一啲東西實在冇簡單，尤其係麵包板一種幾傳統嘅東西，一定要加入幾多嘅誠意，然後可以慢慢地行下去。今日我感謝菲米在樂中嚟現場同我分享很多麵包板嘅事情。多謝主持人，多謝各位觀眾嚇，歡迎您大家人來到內埔老街嘅世界嚇，來同我以可以親愛。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先上來運動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嚟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我係永軒，今日要教大家係拉丁有氧，能準備好了嗎？準備同我同下熱情的搖擺一下哦。想放起來，同欣賞同下來跳舞一下哦。好，同下來南鋪。你的手自然擺動就好嘅哦，來加上你的野味，膝蓋放鬆哦，前面點來前點，髖關節會推出去哈，髖關節中出去。好，試嘢哦，1、2、3、4、1，晚點來。好，旁點來，旁點。加上你的臀部。假使你沒辦法跟上的話，沒關係，你可以休息一下。等你休息後來，那來同人同他跳舞哦。前面，接，旁邊，好，前點，旁，
好。2只脚打壳来放松，左右摇摆，放松你的身体。前前后后，准批，前后。可以哈，前面摇摆，夹给了，可是哦，跟上哦。好，臀部1，老杨看嘞2、3、4，好弯片，加松的数，8人跳，好弯片。好，更加来后按来步伐踏并步，踏并。可以吗？按来更加速度要中脚的哦。准批开始来。好，更加来做主运动的哦。准批来按交叉，摇摆，加上数1、2、3、4，可以吗？再一次来1，交叉。1、2、3，好，更加看前上1、2、好3，拿出去3、4，慢慢的，红来，再一次哦，准备1，拿出去3，下来4。可以哈，再100来1、2、3、4，好，1、2、3、4，哎。1、2、3、4，加通走。1、3、4，好，加红來哦。準備來1、2、3、4、3、4，嘿。加红來哦，再一次哦，5、6、7、8。準備再100來1。鬆
下加上面弯片，出保领用的手，下可以哈。准备的前面来1、2、3、4，1、2、3、4，上面、下面，弯片来。夹空來哦，5、6、7、8，一、3、4。起起，跳起，起起。用隻腳打過來，再來滑頭，彎片。好，各4個，1、2、3、4，彎片。好，慢慢的下步，從頭開始的哦，大家動作組合起來，準備好了嗎？來哦，1、2、3、4，擦玻璃，彎片擦玻璃。好，如果你可能会很累，或者说不舒服，你可以停下来哦。好，等你休息好了，喝杯水，准备好了，我们再开始，没关系哦。準備開始來1、擦玻璃。再100来，眼神，好不好演吗？起起，跳起。今日動作好擺嘛？好擺哈！明日臀線上通下運動哦，還能好好運動，下擺能來了。